歡迎嚟到2026年10大必買收息港股系列第5集，我係 Connie。今日我哋要傾起香港投資者心中嘅老牌收息王中電控股00002。作為香港公用事業嘅基石，佢點樣能夠喺多變嘅市場中提供最穩定嘅現金流？點解中電被稱為組合嘅壓艙石？呢個歸功於佢受規管嘅穩定業務、獨特嘅季度派息機制，以及佢正積極佈局未來嘅潔淨能源。呢三大支柱為投資者提供咗無可比擬嘅現金流確定性。中電最核心嘅護城河係同香港政府簽訂嘅管制計劃協議。呢項協議保障咗香港業務嘅利潤，提供高度可預測嘅盈利，並享有約8%嘅固定資產準許回報率，有效避免咗市場競爭與價格戰。中電最受收息族喜愛嘅一點，就係佢全年分4次派發股息，呢種頻繁且穩定嘅現金流入，非常有利於投資者進行現金流規劃或者股息再投資，以實現複利效應。其歷史平均股息率穩定喺4厘至5厘之間。睇下呢份成績表，中電展現咗穿越周期嘅派息承諾。即使喺經濟波動時期，其每股股息依然維持穩健，從2014年嘅3.02港元到2023年嘅3.10港元，始終保持不減，係真正嘅長線收息之選。除咗香港，中電嘅增長動力嚟自澳洲與印度等海外市場，雖然波動較高，但潛力巨大。同時，公司正積極投資風電與太陽能等再生能源，順應全球碳中和趨勢，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。不過，投資者都需留意三大風險。第一係利率風險，加息會增加公用事業嘅融資成本。第二係海外風險，受當地政策影響較大。第三係燃料成本，國際煤價或者天然氣上漲可能會暫時影響發電利潤。總結嚟講，如果你追求極佳嘅現金流同悠久嘅派息歷史，中電係理想選擇。但如果你追求嘅係快速增長，則需要重新考慮，因為佢嘅增長速度相對緩慢，且易受利率同海外不確定性影響。鍾意本集分析，請按讚、分享並訂閱頻道。下一集我哋將分析擁有7厘高息嘅科技製造業龍頭偉易達00303，睇睇佢嘅業務轉型背後隱藏住乜嘢風險。我哋下集見。